亚风台对南部起来的屏东恒春半岛是已经咧拼大水雨，晚上这溪水是涨起来，甚至甲爆发枪一个大孔出来，民众就真惊讲会来放花，也雨落伤粗，这个水来下袂离，就有恁家厝就安尼来饮水。根据气象署的统计，到下晡4点半，无淡乡、无淡川雨拼规工，已经有450毫米，也这是全台湾雨水拼上高。 溪水淹过桥面，头前的路也互溪水淹过。受丹那市风台甲外围环流影响，屏东恒春半岛车落大水雨。晚九里竹村因为咱林溪支流一过半花，甲高田拢淹了，农民烦恼作物只好留咧顾。如果是雨来估的话，大概100-200万吧。然后那个田地如果以后要重新整理的，也要花一笔钱啦。 农民怨叹官府无及时清理，后来会烂土甲土石造成高产，拢淹了。不过村民烦恼的毋拿作物损失，因为发现支流上游有一个爆花，已经流掉一孔真大孔。 接着现在来到的是懒人溪的其中一条支流，因为这条支流它在上午的时候是满水位的状态，然后再加上大雨的冲刷呢，导致河堤这边破了一个大洞。太危险了，就一定要撤村啦。 湾州真侪所在溪仔水涨起来，除了咱林溪甲支流、港口溪洼、港口吊桥一带，湾中道接近满水位，溪仔水淹过部分的爆花，真危险。大雨也互部分路段出现淹水灾情，港口村、公馆路一带一直有水对悬的所在对路边下落。港口村桥头路也有2户家势较低徛街，早起甲中道拢淹水。水沟不通，它会倒灌水，就一直，因为我们这边比较矮它就会灌进来。 阿嬷摕布路切涂骹，2个路段拄着风台大雨，排水袂赴的时阵就淹水。尽管水消真紧，不过摒扫依然是头壳真痛。慢慢水就浇落去啊，咱家己紧拼啊，拼到腰人会脏。溪水涨起来，淹过路面，山区雨势真惊人。牡丹乡牡丹村车落透早到下晡4点半，累积雨量已经达到450毫米，是全台湾上多。湾州甲三亚乡也超过370毫米。为着防范造成灾害，屏东县府到下晡为止已经撤离湾州甲雾台民众总共126人，休息等风雨较离了后，才有民众返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